一真连长，愈讲愈连长。大家好，我是小杰。咱吼这几档吼，常常看到专业的台湾绘本出版，愈来愈专业。是。嘿，最近吼都有一个家长啊，伊伫咧台湾的社团内底介绍一个绘本作者，伊做一个分析的报告。迄个分析的报告伊做出来了吼，会当互咱大家慢慢去了解讲吼，具体伊即个绘本伊的发展，伊是安怎慢慢变化到即嘛，遮尔进步。是，有一位老师叫做李婉珠老师吼，伊就是足详细去整理这份报告，自即个台语的绘本是伊的发展的过程，到即个台湾的即个母语的意识是安怎去影响台语囡仔册的产生这件代志，搁有啦，即个制作台语绘本的即个技术吼，是愈来愈有咯，这件代志，伊拢足详细整理伫咧内底，今日咱就捡几点来甲大家分享来看卖安尼。第一点吼，就是讲吼，因为较早咧做大人咧做囡仔册时阵，咧做绘本的时阵吼，就是以大人感觉囡仔爱学啥物，就去做出发。嘿，要毋过即马吼，大人咧做绘本的时阵吼，会加添一寡囡仔正经会有兴趣的文理较多项。就变做是为囡仔的角度落去做出发。囡仔的观点落去做出发，嘿，就会变成讲吼，譬如讲，即马吼，像咱之前有介绍过，譬如讲。分段规要洗身躯，即个绘本内底伊就会用一寡囡仔较介意的，比如讲在生活中会接触到咧洗身躯啦，会洗头啦、洗手啦，慢慢洗好清气安尼。囡仔会当为绘本内底学着生活内底的物件，而且吼伊嘛会当感觉到讲，即个物件，即个台语伊学会着，一种感觉。所以吼，另外一种较困难的就讲大人咧看，大人咧看，咱定定咧看，譬如讲华语有做者。譬如讲吉米的，吉米就做出名，而且面甲足好，而且还有吉米真几档啊，嘛是有做这种台语的绘本。对。搁有另外一个物件，即马足进步了，就是讲吼有一种物件叫做点图笔。点图笔吼就是讲吼伊一本册内底伊可能有故事，伊可能嘛有学的物件，嘛有。一寡品相，伊会当慢慢。知识类的啊。是，伊当然慢慢落去学。迄个点图片吼，就是讲吼，你会当去选台语啦、华语啦、英语啊，你选好了，譬如讲你选台语，你选好了，你去点迄个物件，伊就会当去学着讲，即个物件台语要安怎讲。所以这就是囡仔会当主动去慢慢家己靠家己落去慢慢学的。毋过绘本是一种，就是讲吼，囡仔含大人爱互动。互动的时阵吼，伊较会产生一寡兴趣，较会有即个故事出来安尼。对。有一寡绘本就是爱互专门就是互大人教囡仔讲，这绘本在讲啥迄款册安尼。是。即摆的绘本吼，渐渐就是有一寡分龄的概念，就是比如讲，即个绘本无一定是干那去互囡仔读安尼尔，嘛毋是讲去过度去配合囡仔幼体化的内容安尼。渐渐嘛发展一寡适合青少年，还是讲去互大人看的绘本安尼。是。第三点就是讲吼，自从教育部吼伊发表迄落迄台语汉字。含迄个罗马字义的标准了吼，即马出版社就渐渐无迄种，就是讲一人写一项啦，无迄种无啥物标准会当去尊重的即寡现象，所以吼慢慢啦，愈来愈侪出版社，譬如讲像玉山社啦，个真位出版社，因拢真要紧台文迄种绘本伊的排版的一寡。好看啦，敢有水啦，敢有好看即件代志。较早期的迄款台语出版品吼，都较强调亲像乡土啦、庄脚生活啊，是讲歌诗、囡仔歌才的主题。毋过，即摆的台语出版品的主题变得较多元啦，亲像有一寡教囡仔熟悉动物，熟悉恐龙。是。亲像即本册叫做讲推仔龙找妈妈，即本册就是安尼一个。较囡仔较有兴趣主题的绘本安尼，即摆嘛有一寡是想要引带囡仔去学讲话语言教学绘本，就是想要互读者感觉讲吼，即摆台语绘本嘛是对得着时代哦。过来就是讲吼，即摆要评选迄个投稿比赛，绘本的投稿比赛吼，其实伊有是伊的困难度伫个第一件代志，就是讲吼，毋是台语课的人，伊就知影讲吼，绘本伊是一个专业。伊可能无理解即个绘本，伊制作规个过程，伊个专业程度其实是足悬。第二点吼，就是讲吼，要找到创作文理佮画图的人才，其实无遐尼简单。第三个就是讲吼，钱啦，
哎呀，哎呀，你若当做无钱的即个资源吼，你一个作品你无一定会当顺利的出版。对，因为钱是最重要，你要先有投入资金，你才有法度把即个册印出来，啊，互大家看到。讲到这吼，就想要甲观众朋友介绍最近读到的一本绘本，叫做《十粒卵》。啊，这个绘本我头一个想要先甲大家讲的就是吼，伊真正内底图拢画甲足水的。伊内底用的图拢是较温暖的色水。啊，迄画的每一个。伊迄足幼路的啦，就是可能是一个塑胶袋啊，啊是讲每一个表情啊，每一个动作啊，拢画甲足趣味、足活泼的安尼。啊，内底即个内容就是咧讲哦，啊，一个爸爸带查某囝出去买卵，啊，伫咧行动的时阵，卵敢若就安尼射出去啊。哇，第一粒破去啊！嘿，内底有10粒卵啦，啊，伊就是可能10粒拢。最后拢飞出去，拢破去啊！毋过吼，这个绘本伊介绍都毋是干那甲你讲啊，卵飞出去破去尔，伊是讲吼，这10粒卵飞出去破去，啊，毋过这10粒卵吼会使变做10项好食的物件，卵的料理，还是讲变做卵的一个艺术品安尼。对，啊，内底吼足趣味的哦，亲像每一个卵吼飞出去时阵吼，伊的卵磷甲卵清。啊，佮有迄个卵的表情拢生做无共款，啊，迄个爸爸吼，伊跋倒的迄个动作嘛，拢无共款。是，所以卵磷甲卵清咧飞出去的时阵，你有看伊破去的时阵，是破去卵磷甲卵清拢会飞出来。嘿，爱飞出来时，伊迄个飞出来感觉会甲做活泼的。对，因为每一粒卵吼，伊顶悬的表情嘛，拢无共款安尼。啊，亲像内底有个介绍讲，一粒卵出去是变做啥？啊，变做菜脯卵。是哦。对，啊，佮有过来飞出去变做啥？变做长仔卵，还是讲变做苦瓜炒卵？啊，变成鸡卵糕。鸡卵糕，啊，最后一粒飞出去，伊无破，所以伊变做啥？变做户外节的菜卵安尼。哎呦。对，所以内底就介绍足侪卵会使变做啥物料理。啊，最后，即个作者佮有附上就是伊安怎去做即个古早味的鸡卵糕安尼。啊，伊有食谱伫顶悬。对，有食谱伫咧顶悬，所以即本册吼是感觉足推荐的啦。而且吼，我感觉即本内底做重要的有一个绘本的精神，就是讲吼，囡仔无法度去，较无法度去了解讲一个无生命的物件，也毋过伊甲一个有无生命的物件变成一个做活泼的物件，伊逐个拢甲画目睭片啊，拢甲画出来，表情拢甲画出来，所以伊会变较活泼。所以绘本主要的就是爱活泼。啊，有迄个囡仔，互囡仔会当去想讲，即个图伊的脑海内底会当去想象即个物件出来。啊，甲即个物件想出来了后，伊就会当去甲即个物件记掉的，伊就学着。对。而且吼，囡仔的记忆，伊的学习的能力吼是足厉害的。是。伫我的外孙啊、内孙啊的身躯顶，我拢看着，感觉吼，哇，因真正足够学的，一个物件。讲过一摆，伊就记起来啊！可能即马差有够济，所以你也要互囡仔学台语，为台语绘本落去接触，慢慢落去互伊学，这是一个上紧的一个方法。啊，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台语一点灯，拜拜。拜拜。